如果持有485簽證嘅期間，可唔可以提早申請其他嘅簽證呢？咁樣就唔需要等3-4年先至去申請 PR。可以啦，總之你複合其他嘅簽證啦，譬如講孤獨擔保或者係普通嘅計分嘅189或者190，你都可以申請啦。你唔使一定要等到嗰個3年或者4年申請香港個 stream。只不過呢個係多一個安全嘅移民條路俾香港人。咁申請485簽證嘅時候咧，可唔可以加埋屋企人㗎？佢哋係需唔需要喺澳洲咧？即係包括申請嗰陣時，同埋當簽證485簽證批咗落嚟之後，485簽證咧可以加，即係你自己個家庭。如果係一齊申請咧，你一定要係澳洲境內申請。如果你係分開申請，譬如講住申請人咧已經申請咗，已經批咗。跟住咧想加譬如講嘅配偶同埋細路哥，咁配偶細路哥咧佢可以即係副申請人啦，可以係澳洲境外或者澳洲境內都可以。批咗落嚟之後，佢哋需唔需要喺澳洲 translate？ 批咗之後咧，其實冇咩要求你一定要喺度，你有個485簽證咧，嚟翻香港或者即係入嚟翻去都得。只不過如果你想滿足到189或者191嗰個香港 stream 啦，咁你要考慮呢度即係你喺呢度待即係留嘅時間幾耐。其實呢個係主申請人要複合嘅，所以副申請人啦亦係冇咩要求㗎啦。最後有一個問題咧，就係一對 couple 如果一齊申請485簽證，咁但係中間分開咗啦，咁佢哋仲可唔可以單獨去申請191簽證？簡單講啦，就係唔得，即係485個主申請人啦。係要滿足到嗰個191或者189嗰個香港 stream 嘅要求，咁同個主申請人分開咗啦，咁副申請人啦就要睇下佢有冇符合其他嘅期或者 PR 嘅簽證啦。如果佢唔符合啦個要求啦，咁佢返香港。歡迎關注海一澳洲留學移民。